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在建筑行业中，不管是切瓷砖还是铺砖等，都需要半跪在地上才能更好的操作。但是长时间采用这样的姿势，就会造成小腿、脚踝、脚尖等部分酸痛乏力，极大影响工作效率。一位长期工作在建筑行业的40岁外国大叔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为此他自己设计发明了一个随身护膝架，能够让建筑工人随时随地地坐在上面工作。可以看到这个支架构造并不复杂，支架主体采用不锈钢材质，这样再轻也更牢固，并且在膝盖和脚踝处有厚厚的海绵垫，使用时利用松紧带将护膝架与膝盖和脚踝这两个部位固定，这样海绵垫就可以充分地保护工人的膝盖和脚踝。当工人跪下工作时，膝盖直接跪在海绵垫上，而脚踝由于支架的支撑基本上是不受力的，并且屁股刚好可以坐在脚踝处的海绵垫上，这样即使是长时间的工作，膝盖和脚踝也不会出现酸痛的现象。当工人不需要跪下工作时，膝盖架也不会影响工人的正常行走。很多工人使用后表示对这个发明爱不释手。通过这样一个小发明，小编意识到发明创造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，而困难的是缺乏发现问题的眼光。视频素材来自网络，更多新奇科技，欢迎关注俊子科技。